因多年来，咱们实行循环经济的概念，囤废弃物变做资源，同时唔但抢是用得天天，还提这个设计过，安尼以为天然生命的东西，如果又好用又强哦。某爱嘅旧塑料的一个家己木工坊负责人魏永明的书，都有为都市嘅美感，因挑起的嘢排便。都会拖延事情嘅对嘅数项，伊能路提拆开来，再个丢做好用嘅灯头。向下来看下先，伊能用嚟囤废塑料再生。夫妇啱啱嘅蔬菜，不等 QQ 做做，而無愛嘢嘅太顯假期，所以上嘅都會開嘢做等變壓也只嘅都有。可以來改創基金無用嘅，目前嘅對木工廠嘅師傅沙本記等有為新生命。木工廠組長鄭天富潛出幾塊變壓，拆下縫帶嘢，沙等用拆出，再個推熱幾塊來。用機器團數嘅烘嘅切磨殼，磨到幾點鐘，混蛋嘅變壓幾塊來過後，鄭天富都推熱做出又窄又耐用嘅燈呢。我們回收回來這個扁的哈，那個裁面木頭比較寬比較大，適合再製作各種的家具，還有一些那個我們回收回來的一些那個沒有零組件，都可以再把它剪裁，再把它修補，再把它組裝上去這樣，所以這個扁的是非常適用的。一般人扁那个木头的做较好的哈，做橡皮拿来做一再利用的，做一灯那的，做比较方便本大家来试用。从拍卖面比较好的一个，大家做比较好的一个选项啊，做像个灯的大家方便丢卡做用啊呢，对，达到我们一个再利用的一个去向。以存下來嘅蔬菜未冇打掃，睇木工廠仲係會變存物嘅。比貼嘅夾條拿毛嘅筆筒，就可以錄起該等陣嘅文創作品。這個是那個我們車地車地那個側邊那個車板拿來製作的，這個都是檜木，還有那個小蘭木。這個獅子就純手工做的，就比較會工會死，因為要一片一片的鋸，這個還有。再把它修，這樣的修啊，那又頭髮才不會夾到，這個比較會講。農擺也條假期，民眾只係過後唔係消費，就係要買。8年前木工廠成立，前嘅對人囤閒做地用嘅假期正好，再個改錯就變到重新嘅假期。雖然樣式唔拉新，唔過蔬菜都係一等好。桃園市前嘅對唔單止做到資源再利用，還表現出地好下東西嘅精神。我們休息站修係修理的修嘛，洗係珍惜的洗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更加惜物。同樣做到循環經濟理念，團結無愛爺爺書嘅，在個本地有新生命嘅，還有亞嘅假期木工坊，負責人為用面推廣上面木工運動，可以100人來體驗自家做木匠嘅樂趣。韓國大項作品如係用舊素材做顏料。那我們可以先聽兩個的意思是協助他去做方向的確認。今日課程愛做嘅係純前鋪同長木嘅等呢，參加嘅學員差唔多都冇木匠嘅基礎，又靠又水，隔3年就未睇木匠嘅世界都改發起，韓國建議就做為好，我所記得佢有成就感同信心。來退休嘅，退休啊，知道倆親好搞，所以好好嘅。它其實有一點點難度，但是其實我覺得還很 OK， 因為他們這邊其實用很簡單的方法，然後教我們，就是它其實像它步驟其實都寫得很清楚，然後它其實就是
很一般平民都可以接受的方法，然后就还蛮容易上手，而且很有成就感。存钱筒，当然也是用很旧的旧木，因为那个旧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那因为它的这种旧木呢，我们就是回收的一个松木，因为人家站板不要的啦，因为这样的资源真的有限嘛。以常民的程度，用自己的双手来做自己家里要用的家具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学理念，企图把木工这件事情还给每一个人的双手，让每一个人用自己的程度做让自己感动的家具。李永明12年来都用旧素材做颜料，创造出风格改贴片的家具，也因为也同客家人对好食东西的精神各有关系。客家人对物品确实这个习物的态度是相当根深蒂固的。我自己身为客家的小孩，对我来说，旧木不是废弃物，它甚至不是回收材，它是我眼里的宝。我看到它的美好，我看到它可以表现出来的那一种动人的美学价值。李永明最新的作品係一個新人的教會露露茶，而新人呢做得自由自在，睇路卡路上路下。这个的材料完全都是旧木，包括这一大块的木头，这一大块的木头都是旧木，然后我们用链锯，我们用这一个凿刀，我们把它凿削出一个平面做面的平面出来。这个也是去家庭五金行买的这个滑轮，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东西它看起来不要那么的专业，但是因为不专业，所以它有一种亲切感，它有一种朴拙性，这个是我们在现代的市场商品里面提供不出来的另外一种特色。李永明的作品，經常愛潛出舊素材嘅美感，想愛摸出舊素材咁統然嘅專業風格。按呢個程度，李永明希望表現出現代嘅客家美好。我更希望的是，穿透了这些表层的客家图腾文物之下，我们去探寻客家的精神跟属性，从属性的这个核心价值，我们重新演绎出属于现代的一个客家内涵、客家文化、客家美学。那我就是用我们的家具，用我们的情境，用我们整个经营上的资源，在提倡这件事情。資源有限條，創意一定到，而無愛嘢嘅舊素材唔係乜嘅用途都冇，所以啲好多東西，而就可能會變做一定嘅價值。